台南市的市定民宿安定所处的王船节会伫3月底举办哦。最近做王船的师傅是无暝无日的赶工，王船总算完工了。今仔嘛举行开工典礼，庙方是表示讲，今年是有史以来上大规模的一届造就，会伫新历的4月初7上王船。 中信一交庙方人员当日进行王船开工仪式，代表所处第一代天父金河宫的南洋王船节正式起稿。这项文化对日本时代传到大，嘛互内政部评选做台湾宗教8景之一。详细看尊心，每一个图拢画甲真有路。这是彩绘师杜碧琪用2礼拜画画。南洋王船上重要爱有减色元素，有定刷辟邪意义。彩绘师讲，伊坚持用毛笔画，因为看起来会较活。就是用毛笔一笔一笔来勾了，用鉛笔来拍过，了后用毛笔像画灵，灵感一片一片安尼勾出来。毛笔因为画落去有粗油，粗油种展现伊个灵气。那王船是由制船师林良泰来制作，这摆船有36尺长，10.7尺宽。庙方表示，因这是3年一科，今年也是历史以来上大的成就。另外，庙方嘛头一摆得到代天顺手的稳准，美事三宝互民众保平安。按算上王东江限量送请5分。委员会特别求王爷，你既然来这已经办事完要回天庭，要等于你嘛掌握宝物给这县民，所以咧。 王爷这四三宝都是发财金，财神也到，钱源滚滚。王朝的建造护身符，水车、火车、王船的平安符水，会当互咱弘扬化解。好做老热啊，当庇这个王爷当庇佑万民的，这个国家平安的、社会安定的。开工典礼庙埕闹彩彩，叫土城二寮角宋江白河町来斗老街。上王船会伫新历4月初7登场，在地信徒希望透过科技，通甲所有在地送走。庙方嘛，毋望大家通来联捌王船的文化内涵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